不是吧？订婚宴怎么就一个人了？新娘的父母呢？怎么还是坐着网约车？不过这男生挺帅的。这就是收了我30万彩礼，还需要你来扶的弟弟江岩吧？回报率破100%，回报周期5。负分指数完全无底洞啊！这人不配做我姐夫。别愣着了，快进去。女方家亲戚只有他弟弟一个人，你别可怜他，这就是个伏地魔，居然好意思要30万彩礼，还没有陪嫁。就是，而且彩礼全给了弟弟，1分钱不带回来。没想到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却是个伏地魔。新郎以后有的受啦。父母走得早，姐姐照顾弟弟，怎么能说是伏地魔呢？这不是更代表姐姐重视家庭吗？小姑娘，你懂什么？拿夫家的东西给弟弟，还不带嫁妆过来。以后我儿子要是敢找这种人，我腿给他打断。腿打断？你打一个试试啊！我看看你。别冲动，今天是姐姐订婚的日子。请新娘跨火盆。这火盆怎么能让人跨？烧伤了怎么办？这火盆怎么能让人跨？烧伤了怎么办？怎么不能跨了？这火盆越大，火烧得越旺，越能去晦气。他们家父母早亡，人丁凋零，谁知道身上有没有晦气啊？得去晦气，免得让你把晦气带进我们家。没错，同时也是烧掉与过去的纠葛。既然进了我们家门，就是我们家人，以后别想着把什么东西都往外搬。你的意思呢？这也是我的意思。按照你的意思，婚前我不碰你，还给你30万的彩礼，以及你弟弟今年高考后，如果考上大学，所有的学费开销都由我来负责。这些我都答应了，那你也得按照我们这边的风俗。不错，不然就把彩礼退回来，这个婚我们不定了。我跨。进。30万彩礼对于我们家来说虽然不算什么，但是嫁入我们家得好好管教管教，让他知道谁是我们家的话事人，省得他以后还敢做伏地魔。不错，就应该再让他难堪难堪，彻底将他踩下去，以后在家才会好好听话。按照男方家的习俗，订婚时要宣读陪嫁清单。不是说没有陪嫁吗？你们这是不是在乱说呀？这就是刁难，要给江雪一个下马威。有好戏看了，就是得管教管教，否则还当个伏地魔，这家宅都没得安宁。就是，林家虽然有钱，可是伏地魔就是个无底洞。麻烦江雪小姐给我陪嫁清单，我好当众宣读。该不会江雪小姐没有陪嫁吧？回去后还是让妈别跟林家来往了，这家人不是纯刁难人吗？谁说没有啊？陪嫁清单在我这里。就你们家这情况，彩礼钱都要谈，还能拿出来什么陪嫁呀？这清单不会是什么腌菜之类的吧？难道真是腌菜那些？哎，快念吧。陪嫁清单，奔驰 S600一辆，价值3000万的黄金。啊！价值3000万的黄金。啊！小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陪嫁。你把我给你的钱都花了。你那几十万哪够买这些？也对啊，我给你的钱买不了奔驰，更买不了3000万的黄金。你不会弄虚作假，随便说的吧？我从小就教你，我们可以穷，但是不能骗人。好啊，
原来是随便写的。江雪啊，你这弟弟他怎么能乱写陪嫁清单呢？这人品不行呢。马上过2天要高考了，我看他也肯定考不上什么大学。不过正好，省得灵山供他读书了。哼，我人品不行，那也比某些人一开始就为难未来儿媳强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拿不出这些东西呢？哼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家情况，价值3000万的黄金，你见过那么多钱吗？还 S600， 你知道 S600 值多少钱吗？强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拿不出陪嫁，就当众大声说没有陪嫁就好了。没错啊，在我们家的订婚宴，你们居然这么丢人现眼！我弟弟人品没问题，他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。我操 ，S600！江先生，装扮花车的时候慢了一点，耽误你时间了，请你谅解。没事，来的还算及时。S600，我拿出来了。S600，我拿出来了。啊，这打脸的剧情好爽！不行，我得赶紧记录下来，发到我的抖音。刚好我卡在99万粉丝，发上去肯定能火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伏地魔吗？价值几百万的陪嫁，你们才30万的彩礼，人家至于用你们这30万的彩礼做伏地魔吗？你说女方高攀，我看男方才是高攀吧？这是什么样的家庭？完全是豪门订婚的标准。这林家怎么还刁难人呢？租的，肯定是租的车。对，肯定是租的。你们家连电驴都买不起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豪车？对，是不是你这个穷小子拿我们家30万的彩礼去租的？哼，让我拆穿了吧？你不是说还有什么价值3000万的黄金？实物在哪儿呢？拿出来看看呢。我当然有。那拿出来看看呢？行，如你所愿。期货，这就是你所谓的3000万黄金？这好像是国外的期货软件。等等，持仓好像有500万啊！什么？500万？这要是亏了怎么办？500，有500万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3000万吗？这才500万，这跟你说的金额也对不上，那不一样说明你人品不行。500万，500万也比你们30万彩礼多了10几倍好吗？现在说的是人品问题，数额对不上，那就是人品不行。我操，涨了！快看，他买的黄金期货在疯狂涨，涨了2倍，不，3倍！我的天哪，涨了4倍，6倍了，触发熔断机制了，6倍了，也就是说，刚好是刚说的3000万黄金。3000万黄金陪嫁，1分不少，正好。3000万黄金陪嫁，1分不少，正好。不可能吧？这是假的吧？这是个假软件吧？是真的，上热搜了。理由是中东挖出了一个巨型黄金矿。哎呀，赶紧把火盆端走！哎呦，我的好儿媳！快，你们想！小雪，没想到你弟弟这么深藏不露。我们父母早亡，从小是姐姐把我一手带大。虽然家里穷，但是吃穿用度上，她从来都不少我的。她的衣服永远都洗到发白，而我每个月都有新衣服。我的鞋都是名牌，她的鞋永远都是缝缝补补。今年我要高考了，她担心我，怕我上不起大学，所以相亲找了个人，就马上准备订婚，哪怕他根本不喜欢这个人。他要了30万的彩礼，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上得起大学，再把这些钱留给我。
我就这么一个姐姐，我发誓，她出嫁那一天，我要给她最好的，亲手把她的手交给她的如意郎君。不过很可惜，你不是。姐，这婚我们不定了。姐，这婚我们不定了。我们亲朋好友全都来了呀，这订婚宴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？对啊，小雪，我对你的心意，难道你真不明白吗？你取消了订婚，你不是让我们林家丢脸吗？你们林家的脸算个屁啊！刚刚你故意刁难，让我姐姐跨火盆，明知道根本就没有陪嫁，还非要当众折辱她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姐会丢脸呢？如果不是我刚刚拿出了陪嫁清单，我姐孤零零一个人，就要被你们这一群人当众羞辱。这还只是订婚，难以想象她如果真的嫁到你们家，你们会怎么欺负她。这婚我们不定了，30万彩礼我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姐，我们走。误会了，别走呀！这打的也太爽了吧！发抖音，现在就发抖音，我的粉丝量一定会暴涨。姐，别捏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你哪里来的500万炒股？又是哪来的钱买奔驰啊？你不会干了什么违法的事吧？没有，都是正当收入。我用你给的30万赚的。你用我给的30万赚的？对啊，买股票、虚拟货币还有期货赚的。我不是才给你半个月吗？就是这半个月赚的。好疼！别捏了，不都告诉你了，不是做梦。我的这些钱呢，都是赔给你的嫁妆，现在不如都给你保管吧。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就想着把自己嫁出去，我不用你操心。我要你的钱干嘛？你自己留着吧。那我就全霍霍完。不行，那还是我帮你放着，等你娶老婆了，我再给你。这才对嘛，全部你放着吧，当你以后结婚的陪嫁。至于我，等我结婚以后才这么点的话，那我可以找块豆腐撞死你。不要膨胀，很多人就是炒股，最后倾家荡产。赶紧把期货卖了，把钱存到卡里给我，以后还是少碰。过2天就高考了，以学习为主。好。火了火了，这下是彻底火了！我操，18岁高中生炒股赚了3000多万，太他妈牛逼了！谁敢说这姐姐是伏地魔？人家陪嫁3000多万，看得上你那30万彩礼啊？这种狗眼看人低的家庭，不订婚好了。我要是有这种弟弟，做梦都会笑醒。这弟弟打脸真爽啊！那男方家的脸都绿了。这明显是炒作。男方不是说了吗？新娘索要30万彩礼给弟弟嘛，还要男方供弟弟读大学。后面女方弟弟就拿出3000万，这不是前后矛盾吗？对哦，有3000万彩礼，还需要30万彩礼给弟弟做生活费，一看就是剧本或者炒作啊！操，我还当真了。举报了！这些人为了火，什么离谱的事情都干。我就说我炒股10年亏损100万，他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翻10倍？肯定是 AI 合成的炒股画面吧？不是，这明明就是真的！什么炒作？什么 AI 合成嘛？要是能找到那个姜妍就好了，这样就能证明我不是炒作。可是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我操！18岁高中生炒股赚了3000多万，太他妈牛逼了！谁敢说这姐姐是伏地魔？人家陪嫁3000多万，她又他妈牛逼了！ 18岁高中生炒股赚了3000多万，太他妈牛逼了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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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岁高中生炒股赚了3000多万，太他妈牛
继承了原主的记忆，原主的学习本身就不差，一本有望。而如今我有了系统，倒是可以冲击最高学府。没想到我的回报率系统对考试也有用啊！哎呀，终于考完了，接下来该干点正事了。哼。小妍，考得怎么样呀？要是没考好也没关系啊，咱们有那3000万。放心吧，姐，一本没跑。既然考完了，那张存着3000万的卡，哦，给，姐先帮你保管着。姐，给我留点零花钱呢。你还小，身上揣着这么多钱，我怕你学坏。给500，你半个月的生活费。500，姐，这也太狠了点吧？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弄点零花钱了。这样吧，姐，你先借我10万块钱，我买点股票，等我赢了钱我就还给你。什么？你要钱买股票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小妍，你是准大学生，股票就是赌博，10赌9输啊！就算你运气好赢了，那还是会输回来。既然你把钱交给我保管，那就不能动。这些钱是留给你以后买房、结婚、生小孩的。失策了，应该留个几10万的。这钱都给老姐了，没有正当理由，没办法从她手里抠出来。有了，看我怎么用100块成为亿万富翁！哼，老板，我只有100块钱，能买哪种刮刮乐？要奖金比较高的那种。又是个妄想发财的小年轻，估计也是听说老赵这里前2天出了30万大奖。年轻人，根据刮刮乐的封装，大奖不会出现在同一批次，也不会出现在同一家店的。去，你们2个别阻我做生意。小兄弟啊，100的刮刮乐面值是最高的，就是这种100元面值的刮刮乐，最高奖金呢是200万。前2天啊，从我这刮走30万的那个，就是这种100元面值的。行，那就这种吧，我挑挑啊。行。现在的年轻人尽做白日发财梦。年轻人纯靠运气，不要挑了，随便选一张吧。大奖都被人摸走了，是不可能有大奖的。老板，就他了。主播活该，本来有100万粉丝的，结果掉到70万了，谁让你炒作的？确实活该，所以这半个月才没直播吧？那是在高考，我才没有炒作呢。
那都是真的。取关了，挺漂亮的小姑娘，奈何智商为0，都这时候了还死鸭子嘴硬。一个高中生拿出3000万还有 S600，合理吗？这不是剧本是什么？有种就证明不是剧本给我看。我都不认识他，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，不然我早就证明给你们看了。我找到他了，你们等着，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，那不是剧本。是不是没中？1毛钱都没有吧？全亏100。早说了，不要做白日发财梦。老板，我好像中了100万大奖啊！什么？刮刮乐中了100万？不可能，这一批已经出过30万大奖了，怎么还有100万的？你看错了吧？你玩没玩过刮刮乐？兄弟啊，我帮你看一下吧，你可能不知道这里面的规则。真中了100万！老赵，这些我都包了。放狗屁，我都要！兄弟真牛，他真是个神人。之前帮姐姐拿巨额彩礼打脸，现在彩票又中100万，正好给自己辟谣，涨翻100万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我操，刮刮乐中100万，天降横财啊！没想到我有天现场直播看见中奖100万，填一下吧。你们没觉得这男的很熟悉吗？这不就是股票赚3000万那个伏地魔吗？刚才说要证明，我懂了，就是剧本炒作。不是剧本炒作，漏洞摆出了还不是剧本？刚好你来到这里，刚好是炒股3000万的男生，刚好又是他刮到100万，主播刚好你还开了直播，把网友当猴耍。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吗？不是剧本，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。小兄弟啊，中信财务那边啊，会根据你填写的兑奖单，会将税后奖金直接转到你提供的银行账户中，大概啊就1个工作日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直播间的网友说，是那天那个热血少女。请新娘跨火盆。这火盆怎么能让人跨？烧伤了怎么办？老板，直播间的网友说姜妍中奖100万是剧本炒作，你能帮忙澄清一下吗？剧本炒作？这绝不可能是炒作！炒作？这是炒作！我也想炒作！早知道我就买下这批刮刮乐了。我说了吧，这不是剧本炒作。姜先生，抱歉，我之前在林家订婚宴发生的事情发到了网上，大家都怀疑是剧本炒作，这恐怕会给你带来麻烦，请你帮忙澄清一下，你当时炒股中了3000万，不是剧本炒作，而是真的。多少？炒股中了3000万？3000万？呵呵，还在嘴硬，这几个估计都是演员吧？刮刮乐先兑奖金吧，一张兑奖单又不值钱，随时可以作废。就是，想要证明很简单，让他给我们看看炒股的交割单，这才是真的。当然可以啊，还要感谢你那天仗义直言，证明真伪。给他们看看我的交割单就可以了。对准手机屏幕，谁知道软件是不是假软件？哈哈，你看露馅了吧？全是绿色的，说明跌了。说了剧本无疑，18岁会炒个屁的股？不对，这是期货，国内才是红涨绿跌，国外的期货是绿涨红跌啊！我操，全是绿色！快看交割单金额啊！他本金好像就是30万，短短几天就变成3000万了。现在相信了吧？不是什么剧本炒作。什么时候这么多人了？信了，出手无败绩，每次买入都是最低点，卖点都是在最高点，这是股神啊！主播求求了，让股神给我们推荐股票吧。我还是觉得是假的，这太离谱了，这不科学。100个嘉年华！主播，我想邀请姜妍同学担任我们公司的首席投资顾问，麻烦主播帮我问问。我是王校长，主播帮我问问姜妍同学有没有意向来我公司当金融顾问，我将量身为他打造班底，你也信他随便开。我操，是安心投资集团的董事长吴安心还有王校长，上面还在嘴硬说是假的哥们儿，现在脸被打肿没？吴安心和王校长亲自背书。小妍，
让你买瓶酱油，怎么还没回来？糟了糟了，酱油忘买了。能借我点钱吗？我去买点酱油。还好你借我钱了，要不然我都没钱买酱油了。你不是刚炒股赚了3000万吗？都给我姐了，她怕我乱用，就帮我存下来了。而且，她认为炒股是赌博，不准我再碰。姐姐不知道弟弟是股神，主播快问问他有没有意向来我公司。还有我。对了，江岩，安心投资集团和王校长想要邀请你去他们公司。感谢各位厚爱啊，不过抱歉，我刚高考完，还要上大学呢。对了，你跟我去我家吧，我把钱还你。啊，不用，我这嘉年华都是因为你赚的，我还得给你分钱呢。行吧，那就去我家坐坐，正好感谢一下你那天替我解围。也行，只是我还有个小请求，我想直播做个专访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没问题。江雪，订婚宴也办了，彩礼你也收了，你必须和我们家林珊结婚。还有那3000万陪嫁，必须带来。你必须和我们家林珊结婚。还有那3000万陪嫁，必须带来。彩礼已经退还到你们账户了，订婚取消了，不要再来烦我。小雪，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对你的真心吗？我们结婚吧。我见过太多的拆迁暴发户，没2年就变成穷光蛋了。结婚后，你的陪嫁放我这儿，我是银行的员工，我来帮你买最赚的投资产品。啊，抱歉，我们不熟，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江雪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们家即便有1000万又怎么了？你也是高攀我们家。我们高攀不起，彩礼早就给你们退了，别再恬不知耻的过来骚扰我姐姐。家人们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和江岩姐姐订婚的男方。这太恶心了！之前还骂人家伏地魔，现在不要脸盯上人家的钱，从未见过这等厚颜无耻之徒。别说订婚取消了，就算我们结婚了，这钱也不可能给你。这钱是我弟弟以后上大学、结婚、买房、生娃用的。上大学？我堂弟和江岩一个考场，江岩高考2天，每一科都是不到1个小时就交卷，最快的是英语，考试不到半小时就交卷了。这明显是乱写啊，才能这么早交卷。你居然觉得他能上得了大学？不可能，小妍之前的模拟考成绩一直很好的。那你去问问江岩。小妍，这是真的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每科都提前交卷了。你明明之前学习很好的，你肯定是为了我沉迷炒股，为了我耽误了学业。都怪我。哎呀，现在的社会没有一个好大学、好专业，以后注定碌碌无为。所以还是我们结婚吧，彩礼交给我来投资。哎，对，否则江岩以后就坐吃山空，说不定上不了大学，进了社会还会跟别人学坏，把钱都用了。是啊。哎，开考不到1小时就交卷，这根本不可能做完题目。看来江神考得很差。没想到江岩居然没有大学读。姐，你就放心嘛，我不但可以考上大学，我还能上天朝的顶级学府。顶级学府？你白日做梦吗，江岩？你这次期货赚6倍，明显是走了狗屎运，刚好买中。我跟你说，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一直这么好。这年头，重要的还是学历。果然不愧是投资回报负1万的人，身不要脸，真的无敌。那请问，
关你屁事！我就算是饿死、穷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更别说，我现在还有3000万和一辆 S600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家好啊。那暴发户最后落魄的，我们见多了。尤其是你这种以后没有大学上，早早出来打工，只会贪图享受，吃不了苦，花钱大手大脚，那3000万顶不了几年就花光了。你们这家人还真都是奇葩呀！我再说一遍，关你们屁事！赶紧给我走！你怎么会有这种厚颜无耻的家庭？怎么了，老公？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？这一家人太不要脸了！还有这个银行职工，这一家人上门欺负人家姐弟，想吃绝户。这不是年轻人喜欢看的直播吗？意外发现一个好苗子，他的交割单简直就是天才的艺术，是金融艺术登峰造极的完美体现。你看，全球最近的金融都差，大行情差。我查看了一下他的所有记录，大盘走势，整个下跌的大盘，他靠着低买高卖做 T， 居然让他从30万赚到了3000万，整整100倍之多，而且每一次都是梭哈，没有一次失手。看他的交割单，结合行情走势，他就像知道什么时候跌，什么时候涨，简直就是艺术品，令人赏心悦目啊！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准备特招进来？要是还没高考可以，但是都考完了。而且刚刚直播间有人家说他高考都是开考不到1小时就交卷，那成绩是不是很差？估计大专都悬。请问是江燕同学的家吗？我是。恭喜你，江燕同学，成为我们省高考状元。江燕同学，恭喜你成为本省的高考状元。省状元？你说什么？谁？省状元？他每一科都早早交卷，怎么可能是省状元？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肯定是搞错了。这位先生，你是在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吗？国家考试厅已经公布各省前100的考生了。江岩同学，739分，省状元。天才，这是个绝世天才，必须将他招入我大北金融系学院。立刻派人去江岩家里，将他招入我大北学院，别让其他家抢先了。条件随便开，开到最高。天哪，739分！这江岩果然不是普通人，我真是抓对了，我是抓住热点。别跟我抢人，我都不用兼职。江神直接待在学校，寒暑假也不用来，直接远程指导。状元，好厉害！小爷，这是真的吗？姐，这不是做梦，你怎么掐自己？小爷，你是状元，我可以给爸妈有个交代了。哎，你们3个还不走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！你什么态度啊？你就是高考状元又怎么了？泯然众人矣的还少吗？江雪，你到底嫁不嫁？你们给我姐提鞋都不配，赶紧滚！
好，好，好，咱们走着瞧。给我住嘴！行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都干了什么？一堆客户打电话，都要把存款从我们银行取走，就是因为你。我？你们全家都已经上了全国热搜了，你现在被开除了。江同学，万分抱歉，我们的前员工对你造成了不好的印象。你居然在直播！林珊的所作所为仅代表他个人，与我们银行无关。他抹黑我们银行的名誉，我们会起诉，要求赔偿。不知道要赔多少呢？根据损失，少说要赔1000万。1000万？70万在线人数，我今天居然涨了200万粉丝，这都是多亏了你啊，状元郎！而且现在你火了，网上全都是你的热搜，那不得叫你大网红了？这不得请我吃个饭？没问题。对了，加个好友吧。今天嘉年华我赚了50万，我都转给你。哎，加好友可以，转钱就不用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这都是靠你赚的，我涨粉丝都已经赚大便宜了。行吧，那就当是你存在我这里的，我们1人1半。等到时候我投资，就当是你的入股。好呀，那我不是赚大发了？对了，严哥，你会报考清北哪个大学？我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做校友。校友？是因为我被这2所学校保送其中的1所了。哼，学霸呀！100%亿的回报率，这也太惊人了吧！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恐怖的回报率，那岂不是说谁娶了她，谁以后就能直接躺平发达？快说你会选哪所学校？清大的金融系好像更出名一些。不过我选择高难度的，我选大北。那太好了，我们是校友。目标牢坊织厂宿舍区，市建市政府紧急征收，3天后公告，回报率200%。找到了，去地图前的第1桶金。3天，我要让那堆破砖头变成金砖。严哥，那是出了名的烂尾区，脏乱差，连乞丐都不住，我们快走吧。李然，快通知我姐，让她准备好所有的钱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。啊！赶紧去房产中介呀！迟到1分钟，这几千万就飞了。你要干嘛？搜哈，买下这里。严哥，你也得给学姐一点缓冲的时间嘛！你这梭哈的也太快了，姐也难接受啊。小严，这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死盘，烂了10年了。姐，这是你以后娶媳妇儿安身立命的钱，姐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。穷人翻身，有时候就需要这么一次机会。姐，你要是信我就松手，赢了我让你成为江城最富有的女人，输了我把这条命都给你。松开！家人们，快来看看，这就是咱们的高考状元，拿着姐姐卖身的3000万来买垃圾了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这是人家的家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拿个手机直播，你礼貌吗你？滚开！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，
江岩，你害了我丢了工作，我今天就是来见证你怎么死的。纺织厂那个房子，狗都不用，你敢买？你买了就倾家荡产。哈哈，我今天就要直播看着你怎么从千万富翁变成路边的乞丐。我看这人真是疯了。严哥，要不咱们先走吧？这状元郎啊，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那地方谁买谁死啊！小严，我们走吧，我们不买了。我就买，谁变成乞丐还不一定呢。姐，你信我一次。这卡里是3000万，少废话。先生，这房子可不行退啊！纺织厂那个片区，反正是挂牌的，我全要。刷卡。疯了，他真的疯了！家人们，点赞扣6，坐等高考状元破产跳楼，拿着姐姐的卖身钱来买破烂了。江岩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？纺织厂那片区域连乞丐都嫌弃。让开！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我可是银行出来的，我有内部消息。那片区域未来是绿化带，1分钱都不赔。你这3000万要打水漂了。哼，好啊，那你觉得哪儿好啊？看到没？锦绣花园，未来的 CBD 核心，这才叫投资。哼，那你怎么不买？是因为怂，还是因为穷啊？我怂？我穷？江岩，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？赌什么？我也去买，就在你对面。如果你那破烂能赚钱，我当众把这些购房合同吃了。如果你输了，你让你姐跪下来求我复婚。好啊，我接了。不过我加一条，输的人学狗爬。好，来啊！签一下，省得你反悔。哼！把你们这户型最大、设置空间最高的房子给我拿出来！先生，这几套都是楼王，首付500万起，但是……少废话，我全要了。山哥，这可是高利贷啊！万一……闭嘴！我是专业的，江岩那个废物懂什么？他买垃圾，我买皇宫。等明天规划一出，我的房子翻倍，他的房子变废纸。我让他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金融天才。江岩，这次我要让你输得倾家荡产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林珊在朋友圈晒了，他买了对面的豪宅，还骂你是傻子。小妍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学姐，你别想太多了。严哥既然那么笃定，按照之前的经验来说，应该没问题。姐，真正的猎人，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这种话？这可是3000万！姐，林珊她以为自己在云端，但她其实已经在悬崖边上了。明天早上9点，好戏开场。李然，明天你也过来看这场好戏啊！顺便带上你的直播设备，哥再带你体验一下坐火箭的感觉。行。下面宣读江城市旧城改造及重点区域规划公告。来吧 ，CBD。经研究决定，将对老纺织厂宿舍区及周边棚户区进行整体拆迁整改。第一枪。本次拆迁将打造全新的江城金融中心，补偿标准为历史最高。不可能！那我的锦绣花园呢？那可是 CBD 中心啊！另外，原定于锦绣花园东侧的商业用地，因地质原因，改为建设大型垃圾场。江岩，你阴我！承让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
小妍，这些钱，家人们，炸了，彻底炸了！官方通告，纺织厂宿舍拆迁比例是1:3，不仅赔房，还赔现金。姐，别数了，一共是6800万，零头我就不给你算了。6800万？姐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林珊，你不是说这是 CBD 吗？垃圾场 CBD， 还钱，连本带息1500万，找一个子，老子剁了你！剁了你！别打！我有房子，我有豪宅。豪宅个屁呀！这他妈都跌成白菜价了！江岩，你不得好死！拍上。行嘞，又有好戏看了。小雪，我错了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。好儿媳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们结婚吧。正好你弟弟赚了那么多钱，可以替我们灵山还那高利贷。对，只要你们结婚，我们不嫌弃你弟弟，让他也住家里。对呀。家人们看见了吧？结婚可要谨慎选择。好儿媳，江雪，你说什么？我让你们滚！你们这群吸血鬼！之前说我弟弟是累赘，现在看我们有钱了来跪舔，做梦！别打！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哎，林珊，喏，这是我们的对赌协议。你输了，给我学狗爬。你别太过分！爬！否则我就让全网观众看看，曾经的银行精英是怎么赖账。江雪，是不是我爬了，就愿意和我复合？你，我爬！哎呀，我的儿子！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，我呸！严哥，我下去凑个热闹，有事吱一声。去吧。终于清静了。姐，灵山他们这一家人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。这样吧，我们搬走吧。好，去帝都。没天理呀！家人们看见了吗？这还没皮没脸的演着呢。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，拿了我们家的钱发了财，现在翻脸不认人呢！江雪、江野，你们要是不分一半钱给我们，你们就是骗婚的！骗婚呢！我们就死在这儿！爸妈，救我呀！灵珊，钱呢？听说你老婆发财了，正好替你还债。纠正一下，我姐是单身。这是解除婚约声明，以及当初退还30万彩礼的银行流水公证。法律上，我姐跟你们林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的债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别想赖到我们身上。既然没有关系，那我就只好请林少爷跟我们回去打工还债了。我是其中精英，我不缺黑砖窑。爸妈，带走。这就是贪得无厌的下场。唉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江小姐，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以后林家任何债务纠纷都与您无关。如果他们再骚扰，直接报警即可。小妍，
之前那个懦弱无能的姐姐死了。现在的姐是帝都富婆。走吧，出发。家人们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个破地方了。严哥说要去干票大的，目标是星辰大海。小严，这帝都藏龙卧虎，我们这点钱扔进去，连个响都没有吧？姐，钱只是个入场券，真正赚钱的是脑子。当前坐标接近帝都，检测到新商机，废弃铁路旁旧楼，回报率1500%。猎杀开始。啊，终于到了。看什么看？乡巴佬，没见过豪车吗？起开！别当我接人！明明是你们乱违停，还溅人一身水，有钱了不起啊！少废话，这是楚家大小姐。近期投资回报率-80%，惨败。当前状态急需大量现金流填补窟窿，甚至准备抵押豪车。楚小姐是吧？最近投资亏了不少吧？甚至连这辆车都快保不住了。你调查我？哼，根本不需要调查，因为失败者的味道，隔着车窗我都闻得到。神经病！开车！严哥，你是怎么知道他最近输得惨的？因为他的傲慢里全是心虚。看来帝都的第一块垫脚石自己送上门。接下来我们先去找个住的地方。走，姐。你好，我要租房，条件只有一个，离火车站越近越好，最好贴着铁轨。先生，贴着铁轨，那里可是出了名的噪音区，根本没法住人，没办法办公啊。那里有栋废弃小楼，空置3年了，倒贴钱都没人要。目标：铁路旁废弃3层小楼，租金2万美元，白菜价，隐藏属性：进京列车必经减速带，乘客强制视线停留区，回报率1500%。就要这栋，我要签5年长约。又是你这个乡巴佬，刚来帝都就急着收破烂，这种垃圾房啊，只有聋子才会租。又是你啊，楚小姐，眼光呢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没有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这垃圾变成宝。小伙子，虽然吵了点，但这叫龙脉震动啊！我看你有缘，才便宜租给你2万1个月。严哥，这也太吵了吧！咱虽然有钱，也不能当冤大头啊！这地方狗都不住。是啊，大妈，这也太吵了。哎呀，年轻人，这可是难得的风水宝地，你住进这里，包你走路捡钱，买彩票中奖。吹牛不打草稿，哼哼，真的。既然如此，这房子可以成交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傻子上钩了，你说，只要给钱，啥都行。这栋楼的外墙使用权和改造权必须归我，不管我在墙上挂什么，你都不能管。这傻子还想画画欣赏不成？哎，那破墙皮你爱咋折腾咋折腾，只要不拆承重墙，随你便。口说无凭啊，签合同，违约金
就定个10倍吧。切，马上切，谁反悔谁是孙子。来，袁大头可不能让他跑。在你眼里这是造阴墙，在我眼里这是印钞机。李然，这租的可不只是房子，是全帝都流量最大的黄金广告屏。我去，严哥，你真神了！该干活了，联系各大景点、APP， 甚至是楚云双的竞争对手，告诉他们，这里有全帝都最牛的黄金广告屏，价高者得。江总，这位子绝了！这间的火车必减缩，所有人被迫看这面墙。我出50万1年。50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这流量比市中心大屏还精准。我出80万。别废话了，这面墙我全包了，1年200万，签了5年，现金马上转账。多少？几百万？这破墙竟值几百万？那是我的房子，那是我的钱，不准做，不准做！那房子是我的，那墙也是我的，钱应该给我，我是房东。大妈，这白纸黑字的合同写着呢。这合同不算数，我看谁敢挂广告！大妈呀，你想违约呀？对，这房子我不租了，你给我滚！可以，5年房租120万，你要先赔我1200万。1000多万？你可以选择赔钱，或者选择闭嘴。还有，如果你再敢闹事，影响我收租，我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连你这栋破楼都得搭进去。苍蝇赶走了，各位还有谁有异议吗？没有异议。江总办事儿讲究，立马签合同。小姐，查清楚了，那个江岩光是广告费5年收了近1000万，除去房租成本，他净赚800万。把噪音变成流量，把垃圾变成黄金。楚小姐是吧？最近投资亏了不少吧？甚至连这辆车都快保不住了吧？这家伙不是一般的乡巴佬，不过是小聪明吧？在帝都，光有小聪明活不长。哎，到账了！小严，你太厉害了！严哥，我们真的发财了，这钱来的比抢银行还快。这点钱，在帝都连个水漂都搭不响。我要的是资本，是大钱。目标：全城军训服库存当前状态极度分散，无人问津。未来趋势：开学季供需失衡，价格将暴涨300%，回报率500%。姐，你先回去休息啊。李然，走，去服装厂。服装厂？你要改行卖衣服啊？我要搞一场垄断。这帮学校采购的全是吸血鬼。这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我这几万套衣服拿去烧火啊！严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大生意，一堆发霉的劳保服，这玩意送人都没人要吧？何厂长是吧？听说你这有一批积压的军训服？去，学生买零售，到门口小卖部，别来仓库捣乱。我全要了。你说啥？我说，你仓库里的17000套库存，我全要了。不过我只出40块钱一套，现金结算，马上拉走。这哪来的败家子？40块，这破烂，卖废品都不值10块。哼，小兄弟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，40块钱，不退不换。签合同。好。来。合作愉快。何厂长是吧？这批军训服我出45块一套，全包了。这
楚小姐，这批货刚卖给这位小兄弟。又是你？哟，楚小姐，好巧啊！看来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啊。英雄，你也配？我出50块一套，违约金我替你赔。商业场上嘛，价高者得。小兄弟啊，要不这样，人家出50啊，要不咱……何厂长，看清楚了，10倍违约金，40块钱一套，17000套就是68万，违约金就是680万。楚小姐，哎，你有钱，你可以替他赔，680万拿来，货归你。不，楚小姐，这货我不卖给你了，我们有合同精神。哼，李然，走。哼，楚小姐，商业嗅觉不错，可惜你太慢了。哼，几万套衣服而已，你以为垄断了一家厂就有用？帝都大大小小几10家服装厂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吃下多少。那你可得快点了。另外，我的车队已经去下一家了。走，去城美服装厂，现在马上！哎，慢一点，别闯红灯啊！楚小姐，晚了，刚签完。那个新疆的学生给了定金，我不敢违约啊，赔不起。他到底有多少钱？他到底跑了多少家？你疯了！这全城的垃圾货，你全收了？不多，49万套，整个帝都90%的库存都在往这儿运呢。你花光所有积蓄，买了一堆垃圾货，你这是在赌博。一旦学校不买账，你就得破产。楚小姐，你错了，这不叫赌博，这叫操盘。现在我才是唯一的卖家，我说它是废品，它就是废品；我说它是黄金，它就是黄金。不可理喻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喂，老张，什么？你们厂子也没货了，被人包圆了。哎，喂，老王，江湖救急，新生后天报道，我要5000套军训服。什么？你也卖空了？哎呀！喂，校长，我知道军训不能裸奔，可是全城的厂子都没货了呀，真是见鬼的。严哥，这都囤了3天了，怎么还没人来买啊？昨天那女的说的对，是不会真砸手里了吧？哎，别急着急，多听一会儿。哼，你看，这就是韭菜。哦不，是客户敲门的声音。江同学，你看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，这军训服能不能匀给我5000套啊？新生后天就过来报到了，不能光着身子啊。小兄弟啊，只要有货，价格好商量。去年是50一套，我出55。哎，55。王老师，您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现在的物价呀？就是呀，现在全帝都只有我们有货，去哪儿找第2家呀？85一套，概不赊账，钱货2清。85？你省钱呢？这衣服成本顶多40啊。嫌贵啊？出门左转，好走不送哦。但是啊，过了今天就是100一套。买，我买。这钱学校出，只要能让新生穿上衣服，我认了。我买。这就对了嘛。哎，一个一个来，排队，好不好？卖完你的卖你的，卖完你的卖你的啊，都有。喂，工商局吗？我要举报，有人非法囤积居奇，扰乱市场秩序。对，就在城西仓库，数额巨大，
都停下！接到举报，你们涉嫌非法经营。完了，这是要被查封了！江岩，你完了，非法经营的罪，牢底坐穿吧你！长官同志，就是他倒卖赚黑心钱，这些衣服都是劣质产品。江岩，请出示你的经营许可证和进货凭证。都在这里。另外，我还有……我看谁敢查封！这是我们帝都大学特批的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，所有手续合法合规。丁校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们学校的优秀学生正在进行社会调研和资源整合实践。谁说非法经营？这是社会实践。什么？实践？这明明是投机倒把！哼，林山，多读点书吧你。这叫资源优化配置。校长，谢谢你过来帮我救场。这样，我送学校1万套军训服，给校友们免费穿，怎么样？好孩子，有格局。那我们继续。家人们，今天是严哥正式入读大北。听说那尸体不见了。看这牌面，那就是江岩。听说那个军训服大亨就是他，好帅！而且听说身价已经过亿了。同学报道。江岩，哦，你就是那个倒买的暴发户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你也知道，咱们光华学院床位紧张，今年扩招，这宿舍不够了，你就住那儿吧，老校区14号地下室。那可是个好地方啊，冬暖夏凉，还能体验艰苦朴素的作风，最适合暴发户磨练心性了。地下室，那不是放杂物的地方吗？凭什么别人都住公寓了，我们住地下室？凭我是学生会会长，凭这儿是大北，是讲圈层的地方，不是钱。不想住啊？你可以退学啊。谁啊？谁给小叶安排的宿舍啊？14号楼地下室，我家狗都比这大。是许少呀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是系统出问题了。许少，您的宿舍在1号楼 VIP 公寓楼，那都是单人间。切，哎，你在这儿？认识？哎，怎么不认识啊？军训服那帮操作太骚了，我妈天天在家拿你这事教育我，好像呢。哎，王凯，刚听说你让我一个住地下室啊？嘿，许少，我也不知道你跟他认识。你少废话，严哥住哪我住哪儿，明白吗？你这么喜欢地下室，你怎么不去住呢？啊，1号楼最好的2个房间安排给我跟严哥，要是让我发现一粒灰尘，你以后就在大北一起别混了啊！是，还不快去！是，我这就去。王主席，看来你的圈层也不过如此嘛。看见没？这就是严哥的实力，这严哥都还没出手，小弟就搞定。不过是个靠家里的富二代，没了你爹，什么都不是。姐，喜欢我们的新家吗？小妍有出息，都给姐姐买房了。小妍，牛奶赶紧喝。今天是你去大北上课的第1天，衣服整理好，别让人家觉得咱们是小地方来的。姐，你弟我现在啊，身家过亿，谁敢瞧不起我呀？
姐知道你本事大，但到了大北，那是藏龙卧虎的地方，全是天才。你呀，别太张扬，跟同学打好关系啊。放心吧，姐，我呢绝对不会惹事。但要是有人非得把脸凑过来，就顺手打一下。哎呀，又胡说！快睡吧，别迟到。那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有些同学啊，虽然靠运气赚了点钱，但别以为大北就是菜市场，这里讲的是理论深度，不是投机倒把。今天上第一课，我们讲讲资本的本质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手中有1000万，在当今的经济时代下，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？教授，我认为应该进行分散投资，30%购买蓝筹股，30%购买国债，剩下的40%进行风险投资。这是最著名的马克维茨投资组合理论，能有效降低风险。中规中矩，典型的学院派回答。各位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？江岩同学，听说你最近卖军训服赚了不少，要不你给咱们讲讲你的倒爷理论？王班长的理论很完美，但是他忘了一点，在这个时代，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冒风险。歪理，书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写。书是死的，钱是活的。如果给我1000万，我会把钱全部砸进被市场低估的夕阳产业，然后利用信息差进行创业。教授，资本的本质不是保值，而是掠夺。在王同学想着怎么不亏钱的时候，我已经想着怎么重新定义规则，比如收购全城的迷彩服。好一个资本本质的掠夺，这才是有血有肉的经济学。这不符合教材。王凯，坐下。江岩同学的实战经验要比你那几本死书要强100倍。江岩，你果然是个有趣的对手。江岩，跟我斗，你还嫩着点。实操课我会让你好看。江岩，课堂上耍嘴皮子不算本事，今天实盘操作，敢不敢玩把大的？王凯，就你那点零花钱，够输吗？江岩，我要跟你比外汇，我出5000万买美元看场，你敢接吗？严哥，5000万本金我出了，干他！加我一个，我也出5000万买美元。别误会，我只是单纯的想赢你一次。上次军训服的事，我还没忘。系统提示：岛国即将宣布重启国际自由贸易园区，倒闭回报率500%，周期2小时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买美元，那我就买倒闭。倒闭？岛国经济都快崩盘了，你买它？你是嫌钱多烧得慌吧？别废话，赌注是什么？谁输，谁就在未名湖畔大喊3声“我是废物”，然后退学。退学就不用了，就喊我是废物吧。我梭哈，5000万全买倒闭。跌了，跌了！哈哈哈！萧炎，你的5000万马上就要打水漂了。大哥，形势不对啊，倒闭大跳水，现在抛还来得及。你真的不抛吗？再这么跌下去，你会爆仓的。还有1分钟。死鸭子嘴硬，大家准备好手机，准备拍下我们状元郎高喊“我是废物”的精彩瞬间。涨了，直接上涨，翻倍了！严哥，上涨500%，翻了5倍！
50万变成2亿5千万了。差不多，跑！不可能，怎么会突然开放贸易港？这是内幕消息，你作弊！愿赌服输，我的5000万亏了30万，止损了。江岩，你的确比我强。王主席，钱也挣够了，是不是该聊聊我们的赌约了？我是开玩笑的，大家同学一场，还别借呀！啊，刚才是谁说要拍视频来着？全校师生可都等着呢。哎，王主席，请吧。咱们光华学院可是最讲诚信的呀。你可以不喊，但以后别在大北说圈层这2个字，你不配。我是废物！大家听见了吗？听不见。大点声！我是废物！这次是我输了，我心服口服。不过江岩，你记住，在大北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下次一定会赢回来的。随时奉陪啊！不过下一次我们可以换点更刺激的赌注。喂，爸，我又没惹祸。浩然，大学生活还习惯吧？你不想学房地产，按我们之前的规定，老爸给你打了1个亿。不是，爸，你又来啊？这是你创业启动金，年底之前，你要是不能把它变成30亿，就立刻滚回来继承家业，以后乖乖跟着我去工地搬砖。挂了。您尾号8888的账户到账1个亿。哎呀，我不想当一个被人嘲笑一辈子的富二代呀！兄弟，你太欠揍了吧！我给你踹河里啊！哎呀，你看，行了，钱到账了，我把刚才炒外汇的本金还你。哎，杨哥，还什么还？这钱我不要了，这1个亿全给你。啊？哎，杨哥，我刚才有个绝妙的想法，但是我缺个带头大哥啊！看到那些破车了吗？学生们上课赶时间，经常找不到车，而且就算找到了，车也是坏的。如果我们弄一批统一的单车，随骑随停，手机扫码就能用，共享单车。哎，杨哥，你脑子好使，你看这生意能不能搞？只要赚够30亿，这1个亿全是你的。共享单车当前估值0，潜在估值500亿。搞，大搞特搞，要搞就搞最大的。带我一个。这边的车距保持50厘米，要整齐。我们要打造城市风景线。家人们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黄车，骑遍帝都只要2块钱。快看，多帅啊！李然，你是上次在车站见了严哥一裤腿你点的人，怎么和严哥关系这么好呢？楚云霜啊，你们之前见过，现在是我们的合伙人。云霜，这是李然，大网红，是我们的首席宣传官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在订婚宴上直播的网红。你好，我叫楚云霜。你好，我是严哥的老搭档。严哥，有人在攻击服务器，但我已经把攻击弹回了。另外，车座底下的定位芯片全部激活了。这位啊，是陈小北，大北计算机系的天才，他现在啊是我们的 CTO。行，现在人齐了。最近有一个叫杨开泰的人在搞我们得想对策。这样，李然负责舆论，小北负责技术，云霜负责资金。谁敢黑你，我喷死他！就1天，这一片区的出租车订单就掉了20%，就因为这破自行车。老板，现在学生和年轻人都去扫那个小黄车了，说是方便又便宜，一单才2块钱，哼，在这做慈善呢。
敢动老子的蛋糕，我就要看看他还能蹦跶几天。杨总，这姜岩我熟啊，就是个乡下的暴发户。只要您一句话，我今晚就带人把他的车全毁了。先别着急动手，电视台邀请我去做辩论，我要在全城的观众面前把这个所谓的共享经济贬得一文不值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杨总英明啊！等我辩论成功了，你再找人去动手，我要给他来个双重打击。严哥，这个杨开泰是出租车协会会长，势力很大，网上全是他的水军，说我们是城市垃圾，还有人直播在砸我们的小黄车。哼，别急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家爷，杨开泰这次可是来者不善。老师，您呐，只管讲道理，剩下的呢，交给李然的嘴，还有陈小北的技术。传统垄断势力的垂死挣扎罢了，他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主持人，我不客气地说，小黄车就是工业垃圾，它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，占用了公共道路。我敢断言，不出3天，它就会被偷光砸烂。杨总，新生事物总会伴点争议，如果3天后小黄车依然良好运行呢？如果3天之内不倒闭，也没有乱停乱放，我当场把我的出租车公司送给姜岩。监控已开启。杨总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姜岩，我把你小黄车毁了，我看你明天拿什么运营？山哥，这里没有监控，咱们把这些车座全部拆了，带走，恶心死他们。杨总说了，只要毁了小黄车，以后出租车生意还是我们的。动作都给我快点啊！好嘞。这小黄车连个报警器都没有，真是垃圾。严哥，鱼咬钩了。他们以为这是普通单车，这可是装了北斗定位芯片的终端。他们现在的每个动作都在给我传数据。哼，张队，麻烦你了。证据确凿，他们不仅破坏公司财物，还是团伙作案。你们这定位精准度，比我们警用设备还要高。放心，跑不了。李然，带着你的直播设备，跟警车一起出发，让全城观众看看这场好戏。不许动！治安官，双手抱头！我操，这周边没有监控，治安官怎么来这么快？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破坏共享单车的下场。我操，这不是那个林山吗？现世报，活该！姜岩，你怎么知道我在？傻子，这叫科技。你砸的每一锤，都在给我们发警报。进去好好改造，顺便帮我给杨开泰带句话。他的手段太老土了。来，杨总。废物，废物，全是废物！这点小事都能被抓，这点小事都能被抓。老板，虽然灵山已经进去了，但现在网上舆论正在发酵，满大街都是乱停乱放的小黄车，城管那边已经发出警告了。对，就算没人砸车，这帮泥腿子素质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乱停乱放是死穴，只要市政因为市容问题封杀他的资金链就会断裂。去，给我买热度，
就说小黄车是城市牛皮癣，让舆论压死他。严哥，杨开泰的水军在带节奏，说我们占道经营，如果再不解决乱停乱放的问题，我们撑不过3天。要不实施违停罚款？罚款是下策，那是把用户往外推。那怎么办？怎么能雇人去摆车吧？那天得多少成本？为什么要我们花钱雇？让用户自己摆就行了。用户他们懒得要死，怎么可能听话？人性的弱点不是懒，是贪。小北，立刻上线红包车系统，凡是把停在违规偏僻区域的车骑到我们指定的热门区域里，我不但免费，我还倒贴给他们发红包。这真的能行吗？只要几毛钱，也能让全城的人为我们打工。哎呦，这辆车有红包，骑到地铁口有2块钱，今晚买葱的钱有了。我运气真好，骑回家还能赚个早饭钱。家人们，原本杂乱的街道现在都干净了，所有的小黄车都在往商圈跟地铁口汇集，简直就是蚂蚁搬家。快看，天哥，你简直是天才！我们的运营成本下降了95%，而用户活跃度翻了3倍。压机，看压机尺！哇！你用几毛钱的红包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管理难题，江岩，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？惊喜还多着呢。走，去电视台。杨老板的赌约到期了，我们去收了公司玩会儿。走。主持人，就算乱停乱放的问题被解决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他这种破自行车根本就没有盈利模式，眼前的繁荣都是泡沫。只要资金链一断，他立马夭折。那么，有请江岩先生带着他的成绩单入场。杨老板，你所谓的泡沫，现在账户里趴着10个亿的现金流，请问你的出租车公司10年能赚那么多吗？10亿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只是辆破自行车呀！杨老板，愿赌服输，你的出租车公司现在姓江了。杨开泰，犯罪嫌疑人林山已经招供，您涉嫌唆使其他人损坏公司财物，不公平商业竞争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行，我是企业家，我不能进去。江岩，救我！江岩，江岩，救我！江岩，我不能进去。时代的马车滚滚向前，你非要当那个挡路的螳螂。发通告，收购杨开泰名下所有资产，改建成我们的调度中心。
这小子做的不是租赁，是支付入口。10个亿的押金池，这流量太恐怖了。备车，去帝都。老板，现在去接触是不是太早了？不早。如果今天拿不下江岩，互联网的下半场我们就输了。听说马老师已经动身了。是的。安排行程，我要直接去大比堵他。哇，这是哪国元首来了？我操，那是马老师，活的！那是小马哥和强哥，华夏互联网的半壁江山全来了。好，各位请。严哥，你看看，校长带着马老师他们来了。那是马老师啊，我偶像严哥。偶像怎么了？偶像不吃饭？江同学，几位老总是专程来找你的，你们聊。小伙子，定力不错，这么多人看着，还能吃得这么香。听说你们这红烧肉不错呀。谈生意啊。先去排队打饭，在我这儿，吃饭最重要。有点意思。强，帮我也打一份红烧肉。好嘞。对。家人们，快看看是谁来了！小马哥。饭也吃了，江岩，开个价吧。我们要入股小黄车。企鹅的流量加上你的模式，我们能垄断全国。这轮融资，我只出10%股份。10%？你要多少钱？2亿。20亿。一家刚成立1个月的公司，估值200亿。年轻人，你是不是太狂了？马总，我卖的不是自行车，是通往下一个时代的门票。这张门票你不买，小马哥也会买的，对吧？200亿估值，小伙子，阿里当年的 B 轮也没这么高，你这是在抢钱。马总嫌贵啊，那不如我们来谈谈排他协议。如果小黄车的支付系统只用企鹅的支付系统的话，小马哥，如果独家接入20亿，企鹅投了。如果独家接入20亿，企鹅投了。慢着，谁说我嫌贵了？我是在算汇率。阿里出22亿，要10%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数据共享。数据共享，数据是核心，怎么能共享呢？企鹅拿出25亿，不干涉运营。我有物流优势，京东出26亿。疯了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2块钱一份饭的食堂吗？严哥，差不多行了，心脏受不了。哎呀，既然各位都这么有诚意，行，那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我可以扩增到20%的股份，谁出的现金最多，资源最好，我就签给谁。现在
竞价开始。行了，别争了，再争下去，让这小子看笑话。确实，这块蛋糕太大了，我们一家吃不下，联合投资吧。算我一个，几百万辆单车的调度运输，没有我的物流网络，你们玩不转。明智选择，支付、流量，不如三剑合璧。来，45亿，20%股份，估值225亿。三位，成交。成交。成交，成交，成交。合作愉快。就在这张纸上签合同啊！这可是几十个亿啊！几百亿的生意，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方式。哎，来了！个十百千万亿，45亿，真的是45亿！哎呀，淡定，这只是个账面数字，如果不花出去占领市场，就是一堆废纸。但是这样子，再也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了，说我是一个不是生产的废物富二代了。喂，老许呀！小兔崽子，这就是你跟爹说话的态度？钱亏光了没？亏光了，赶紧滚回来上班。听听，到账45亿。听听，账户余额45亿点00元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金钱的声音！哇！哎呀，老许啊，特意在此通知你一声啊，我不回去了。这次融资我分了10几亿，比你给我的1亿的零花钱多了。你那个房地产帝国呀，还是留给你的二胎吧。多少？10几亿？你抢银行了？爽，太爽了！哎呀，我曾经以为这世界上没有男人能让我认可。现在呢？江岩，你是我的神，但是这笔钱你打算怎么花？烧！我要把这45亿全部烧成灰。未来3个月，我要在全国各地铺满小黄车，因为狼群要来了。强哥的物流队到位了吗？左右卡车听令，目标北上广深。我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，这几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全部布满黄色。小黄车双11活动引爆全国，日订单量突破1亿，创造了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迹。疯狂，这太疯狂了！一晚上投放20万辆，这烧的不是油，是钱啊！小黄车融资45亿，45亿，这小子想垄断市场，做梦！各位，共享单车是下一个万亿级风口，小黄车收费2元，那我们就免费。免费？那怎么挣钱？先烧死江岩，再谈赚钱。我宣布，小蓝车正式上线，首月骑行全免费。
不对劲，英哥，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小蓝车，而且他们还打出了永久免费的旗号，我们的日活瞬间掉了30%啊！这是恶意竞争，我们要跟进免费吗？哼，免费太低级了。传我的命令，推出红包车系统。啥？红包车？凡是骑我们小黄车的用户，只要骑满10分钟，我不仅免费，我还倒贴5元红包。你疯了！45亿经不起这么送啊！对啊，要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更贪婪，跟我比烧钱，我烧不死他们。喂，老头子，别买菜了，快出来，出来骑1小时车，今晚的肉钱就有了。我操，骑车10分钟净赚5块钱，这比我上班时间还高。胡总，没法打了，用户都跑了。他们说骑小蓝车是浪费时间，骑小黄车是理财。理财？真他妈理财！姜岩这疯子，他这是在撒币。投资人打电话来撤资，说我们跟姜岩比财力是以卵击石。输了，彻底输了。在资本的重武器面前，我们的免费策略就是把滋水枪。哎，老板，顶不住了，这还是人吗？1秒钟涌入2000万请求啊！服务器要炸了！我操，这全网都瘫痪了，这得多少钱呢？哼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慌什么？也不想想，我们是谁投的资？哦，马老师，借你的阿里云用一用，我要最高级别的算力支持。这一仗，我们不仅赢得市场，还顺便替阿里云测试了一下服务器的极限。你居然连服务器崩溃都计算在内了，这叫借力打力。江总，1个月烧掉15亿，你是在开善堂吗？哼，虽然用户量上去了，但这可是每单都在赔钱，还要倒贴5块。董事会决议，立刻停止补贴，开始收费盈利。现在停止补贴，用户马上就会流失。哼，流失也比破产好。如果下周不能把财务报表做正，我们将启动对赌协议，罢免你的 CEO 职位。这帮吸血鬼当初求着我们拿钱，现在也看我们做大了，就开始指手画脚。其实他们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现金流只够撑3个月了。如果继续红包车策略，资金链随时会断。哼，谁说我要一直做下去啊？什么？谁说我要一直做下去啊？什么？英哥，咱们现在每个月进账几千万，你为什么要卖啊？咱们马上就是独角兽了呀！浩然、云霜，你们只看到了进账，却没看到这个无底洞。你是说运维成本？商业逻辑上，一辆车的成本是300，一天赚2块，理论上
5个月就回本。但是车座被划破，车锁被砸断了，各种意外的是，我们的车辆损耗率已经达到了20%。再加上每天还要雇人把车从郊区搬到地铁站的调度费。严哥，你意思是，其实咱每提一次，其实都在赔钱？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庞氏泡沫。一旦融资一停，或者押金池被挤兑，我们就会立刻破产。那你还投那么多广告？对啊，因为泡沫只有吹到最大的时候才最漂亮，也最值钱。你的意思是？现在是夏天，数据还算好看，等到了冬天，大家都不骑车，这泡沫就炸了。所以我们要在冬天来临之前找个接盘侠。2位，那些车本来并不值钱，那堆废铁我送你们都行，不过我这有样东西你们一定拒绝不了。你们一定拒绝不了。这是2亿人的最后1公里数据。王总，有了这个数据，你的外卖骑手就能知道哪条弧度能穿过去，送餐效率可以提升20%。程总，你的打车软件现在只覆盖了干道，加上我的单车，你就能知道从出发到到达目的地完整出行生态闭环。你想拿多少？估值300。太贵了，你们的账面并不好看。我不求盈利，我只求规模。现在的估值是300亿，谁能帮我搞定董事会的那帮老家伙，这块拼图就是谁的。看来得下猛药。严哥，阿丽云那边说，如果我们敢再朝前搞活动，就冻结咱们账户了。冻结？晚了，我已经把最后的5亿全部换成了奖品。活动上线了，骑行赢房产，单车换宝马。哼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今夜，我要让全华夏所有的人都骑在单车上。快点，不然抢不到宝马抽奖码了。加油！骑满3公里送最新款 iPhone。小黄车双11活动引爆全国，日订单量突破1亿，创造了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迹。日活1.2亿，数据各位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流量顶峰。一口价500亿估值，现金收购。你这是敲诈，这些都是烧钱烧出来的虚假繁荣。我出，我加价10%，这1.2亿用户我要定了。听到了吧？这就是金钱落袋的声音。准备签字，今晚全员套现。焦先生，请确认一下金额。本次股权转让扣除税费后，共计2300亿人民币，已全额到账。已全额到账。比我预期的还少了一点儿，但是也够花。
个十百千万！爹，我出息了，我有钱了！我们在泡沫破裂的前1秒，把炸弹扔给了别人。在那瞎折腾几个月，钱都赔光了吧？明天乖乖去工地搬砖，从基层做起。老头子，看看这个什么？当初你给了我1个亿，让我赚30亿，这里是60亿。什么？你去抢银行吧！抢银行哪有抢资本来得快啊？从今天起，不要叫我许家大少爷，请叫我许总。好小子，你比吧，我有种！严哥，现在网上都在骂接盘侠是冤大头，你早就知道会这样吗？资本的游戏，不过就是击鼓传花。我只是在鼓声停止前，拿走了所有的花。那现在这么有钱了，我们接下来干嘛？退休吗？那现在这么有钱，我们接下来干嘛？退休吗？退休？哼，不。听说娱乐圈最近流行洗钱和烂片，走，带你去整顿一下娱乐圈。咱们这场戏必须得跳进泥潭里，这是展示军人血性的关键呢！啊！导演，你疯了吧？这泥多脏啊！我这张脸可是投了1000万保险的，我不跳，找替身吧。特写镜头，替身怎么拍啊？咱们这是在拍动作片儿，又不是偶像剧。吴金华，你怎么跟坤坤说话的？要是他罢演撤资了，我看你这部电影还怎么拍？赶紧给坤坤道歉！我道歉？我看该道歉的是你们吧。你谁啊？敢在这撒野？保安呢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看你们这部电影还挺顺眼。哪来的土包子？这部电影要是没了我，谁看？这就是烂片。你觉得是烂片？舞蹈，我叫姜岩。这部电影现在投资多少？8千万，但是资金链快断了。资金链快断了。这是2个亿。哎呀，老板，有话好说嘛，2个亿，那坤坤的片酬我们是可以谈。这钱我全投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让他立刻滚蛋。你敢封杀我？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吗？粉丝？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流量1分不值。舞蹈，这钱给你，不用省，给我按最高规格的拍，我要让全世界看看什么是硬汉电影。你走着瞧。江总，得罪了他们，可能……舞蹈，你别怕，咱们江神带你飞。这个姓江的暴发户以为有钱就能混娱乐圈，太天真了。院线都在我手里，我不给他拍片，他的电影全都是一堆废胶卷。还是干爹厉害，
到时候我要让他赔得底裤都不剩，跪下来求我。赵总，他们好像买了些网络通稿。买通稿有什么用？明天上映，我要让他票房挂零。江总，完了，只有凌晨场和午夜场，根本没人能看到我们的电影。网上全是我们的黑料，说我们的电影是土鳖片，还没上映，评分就被刷到了2.0。严哥，要不然我再去砸钱买排片？不用，他们以为封锁了院线，我们就没有路了。他们忘了，现在全华夏有3亿人手机里有我们的 APP。发令，全网弹窗。燃爆荷尔蒙，姜颜饮血，铁血战魂，今日提醒用户免费送电影票，去电影院告诉他们你要看什么。我这有马，我这有马，给我呀！我要看铁血战魂，我有兑换码。我也要看。什么？没场次？把那个什么魔幻之恋给我撤了，我们要看硬汉。我要看，我也要看，把东西撤了。哎呀，我要看硬汉，要看硬汉。赵总，顶不住了，观众要暴动了，都点名要看那条片子，如果不赔片，他们要砸柜台。电影《铁血战魂》票房突破56亿，刷新影史纪录。56亿，我们完了！院线因为违规排片被调查，公司股价跌停了。干爹，那我的片酬？片酬？你那部《魔幻之恋》票房才300多万，连电费都不够，给我滚！江总，谢谢您，没有您就没有华语电影的今天。严哥，咱们这次分红的钱到了呀！我都不知道我们要这些钱干什么用，根本花不完呢。哼，现在的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，太无聊了。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突发 M 国宣布对华实施最高级别技术封锁，即日起全面断供高端芯片，禁止向华出售任何光刻机设备。欺人太甚，这是要卡死我们的科技命脉。没有芯片，手机、汽车甚至国防都要瘫痪。没办法，人家有技术，我们只能忍气吞声。造芯片可比造原子弹难多了，咱们国内压根没这技术。忍？我姜颜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。严哥，你要干嘛？这几百亿拿着烫手，不做点什么，我们赚再多的钱，也不过是别人眼中的一块肥肉。通知财务，调动所有的流动资金，我要成立未来科技。你要干什么？造芯，造我们华夏人自己的光刻机。可是，核心技术是个难题啊。我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郑，你可是世界级物理学家，就住在这种猪圈里，只要你点头，去 M 国，年薪1000万美金，别墅、游艇随便挑。我不会去，我的根在这里，我的技术也只能留在这里。哈哈哈，别做梦了，你们没有光刻机，你的理论就是废纸。你们承认吧，你们华夏人造不出新的。谁说这是废纸啊？你谁啊？这些都私人。
钟老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我在跟你说话，这些东西值几个钱？这些图纸比你的命都值钱。浩然，送客。听不懂人话，滚！年轻人啊，你也想买我的专利啊？我说过了，我不会卖给商人赚快钱的。我不是来买专利的，我是来请您出山的。你，这里是100亿的首期研发资金，不够我再追加，工资您随便提，设备我会全球去买。100亿？你图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造芯片那可是无底洞，你有可能赔得血本无归。钟老，我不图钱，我只图一件事，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彻底闭嘴，我要让华夏的心跳动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。好，我就算这把老骨头拼散了，我也陪你疯一把。正在扫描投资标的，目标人物中沧海，顶级物理学家。关联项目：国产7纳米光刻机研发，当前风险值 99.99%， 极度危险，9死1生。系统计算中，最终回报率 error， 无法显示数值，修正为无限，国运级，无价。连系统都算不出来回报率上限，国运级，看来这次我赌对了。江总，撑不住了，钟教授的实验室简直就是碎钞机，光买那些被封锁的透镜材料，上周就烧了8个亿。国外的供应商这是在恶意涨价，原本卖我们100万的零件，现在敢卖我们1000万。严哥，我小黄车的饭货都填进去了，快没钱了，这哪是造芯片呢，这是在烧命呢。项目进度 85%。没钱了，那就卖。卖什么？卖掉我名下所有的豪宅、跑车、私人飞机，还有把我在其他公司的股份全部抵押出去。可是江总，万一失败，您就一无所有了。这是实验室的备用门禁，今晚是关键测试。只要切断电源，他们的温控系统就会失效，核心技术就会炸裂。很好，江岩这次不仅要破产，还要背上巨额债务。那个钟教授会后悔不跟我们合作的。警告：温控系统异常。警告。完了，备用电源被切断了，最后30秒。这个核心透镜就会因为热胀冷缩而炸裂，这一炸那就是10个亿呀！这一炸就是10个亿呀！扫描中，故障点：地下2层电缆被物理切断，修复方案：手动开启液氮阀门，风险高。还没完！保住了，保住了！查，给我揪出那个内鬼！是。江总，您节约钱，这辆限量版超跑我只能给您3折。卖，马上打款。我就说造芯片是骗局吧。听说他连过年回家的机票钱都没了。
怎么了？是不是用户们都在退押金啊？没关系，我就算卖血，也会把用户的钱退了。严哥，你自己看。严哥，你自己看。严哥，这299押金我不退了，拿去造芯片。虽然我不懂技术，但我知道你在为华夏争气。充值500，请收下。要是芯片造出来了，记得告诉我们一声，这钱算我入股的。家人们，严哥把车都卖了，就是为了这个实验室。咱们能做的不多，但这押金咱不退了。检测到海量愿力汇入，资金池暴涨至50亿，项目存活率提升至100%。此生定不负国，不负卿。毁了数据，你们就全完了。我要姜岩一辈子翻不了身。灵山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们怎么知道？严哥早就在实验室里安装了军用级的安防系统，你那点小动作，在严哥眼里就是透明的。李山，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，危害公共安全，带走。姜岩，就算抓了我，你们也造不出光刻机。西方技术封锁是我借的。钟老，点火，让世界看看华夏的光。好。启动。江先生，你们所谓的国产光刻机，该不会是拿模型来骗人的吧？大家都知道，你们离开我们的技术，连圆珠笔芯都造不好。史密斯先生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。这是全自主研发、去美化生产线的7纳米芯片，就在刚才，我们已经实现了量产。完了，姜岩的芯片发布了，这几家垄断巨头的股价熔断了，暴跌40%，几万亿美金蒸发了。那个华夏人，他一个人干翻了整个西方半导体联盟。国产光刻机问世，华夏新屹立东方。边校长，作为姜岩的母校校长，看见今天这一幕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就想说一句话，迟了。怎么说？当年他把几个亿的身家投进去搞研发，所有的人说他是疯子，说他是个赌徒。但姜岩跟我说，校长，科学没有国界，但科学家有祖国。科学没有国界，但科学家有祖国。钱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，我要让华夏人的脊梁在科技里头也能挺直。他不是赌徒，是国士。今天他不仅仅是赢了对手，更是赢回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尊严。大北有这样的学生，
是我丁原这辈子最大的荣耀。陈哥，要是没有你，恐怕我现在还在家里啃老呢。这杯酒，敬你。江爷，虽然我不甘心输给你，但你的确是我见过最强的男人。祝福你们。小妍，你真是出息了。爸妈的在天之灵一定能看得到。姐，还记得之前那30万彩礼吗？要不是你把所有的积蓄都给我，就没有今天的江爷。下半辈子，换弟弟来守护你。好，以后我就跟着你享福。你呢？之前的投资获得的回报还满意吗？满意至极。你又何尝不是我的无穷回报呢？老公，咱们芯片也造出来了，家也安置好了，可不可以出去休息一下？休息？当然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恭喜宿主，地球首富成就已达成，地球科技树已点满，检测到宿主野心值爆表，新地图开启，星际殖民时代，下一个目标可控核聚变火星基地。地球太小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